點樣可以揾到呢個未知數呢？就係將方程諗一個方程，然後將方程嘅兩邊就好似天平嘅兩側要保持平衡。咁呢度我哋先抄呢個 p 加6.4落嚟，然後再放減6.4就變翻 p， 然後隔離就放翻佢同一樣就係減6.4，然後最後就等於 p 等於3.8。咁點樣驗算就係將嗰個答案加6.4，咁個6.4就係呢個。就係將個答案加返佢個數字，然後睇下等唔等於呢個數字，然後就係等於右邊。